台南市伫咧车北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含伊的老母要过大路，煞互车弄死，引发社会大众咧关注交通的问题。即马事故已经过1礼拜啊，今仔日伫全台7个县市，要发生过路人互车弄到的路仔口，拢有发起提倡行路安全的活动。重新登来台南市这个伤心的路口，8号这天3岁女童因为驾驶无良，互弄了后死亡。母亲节这天，超过100名的民众手揢雨伞，还佫有康乃馨，进行着10分钟快闪活动，希望驾驶重视行人的路权。在上个星期一，那9点50几分的时候，这一起事故的发生，带走了一个3岁的小女孩。高雄场即是警伫人行一口罩，互酒后赛车弄到的路口，超过100个人用同款的装扮，设伫路口行10分钟。凹凸不平的，然后还有会有车子停在上面啊，然后甚至有些地方是连人行道都没有的。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绝对不能就是掉以轻心，因为我们都是抱着就是随时有可能会被撞到的这样子的决心在过马路。如果道路的设计不好，我们道路安全的教育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未来都有可能是加害者跟被害者。高雄市警察局统计，月初到11号无让行人已经开发5900外件，不过行人嘛常常面临伫人行道出现乌托邦的状况。学者认为，开发之外，道路设计的改善、驾驶观念的养成更加重要。特别是驾驶人要能够礼让行人这样的习惯的养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光靠政府执法，只是一阵子之后又松懈，大家就觉得我就可以继续。全台的快闪活动选择的所在，拢是行人离难的路口，希望公民觉醒，力量会当强化着因捍卫行人路权的力道，互母亲节更加有意义。记者王丽婷、明昭权，台南高雄。